哦，1993年哈，贺台德生。哦，贺台德生。哦。这段啥的嘛？台灯迎辉嘛。哦，台灯迎辉，光辉的辉。哦，光辉的辉啦，哦，台灯迎辉啦，光辉的辉啦，哦。哦，台灯迎辉哈，光辉的辉。哦，那1993年呢？哦。伊这段啥的嘛？哦。啊，生龙得贵。哦，啊，知影准备遮大张的纸啦。哇，迄种有交代。哦，还有交代。是。哦，墨宝啦吼。墨宝。哇啦，哦，上帝主笔的哦。对啊。那种上帝主笔的呢？上帝主笔书的呢？哦啦，增荣得贵。得贵了哈，增荣得贵了吼。哦，啊，这摆得贵。关帝君。哦。是哦，关圣帝君嘞，文恒圣帝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嘞。民间讲即马关圣帝君咧做天公的呢，显灵高上帝啦，显灵高上帝哈，灵啊，灵神的灵啊，显灵高上帝哈。是。哦，啊，这是显穷高上帝，有一。迄个台中圣贤堂，伊出咧坐讲，迄任期无共款啊，讲任期有无共款。迄阵拢小共嘛吼。哦。哦，好啊，这样是哦，是。哦，文恒圣帝，文恒圣帝和关圣帝君。哦。哎呀，文汉呢？文汉先导。哦，文汉汉林大学士的汉呢？文汉先导。哦，所以字都哇吼。啊，这就是阮咧做法会吼。啊，做法会来讲，即摆阮就是讲玉清宫嘛。是。啊，阮就是升起，所以阮即摆改玉清宫啦。是哦。所以玉清宫啊，升到长啦。啊，较早是毋是？较早是南天地汉院啦。吼，南宫吼，南宫。迄废帝君的南宫的地汉院啊，即摆升去做玉清宫嘛。玉清宫啊，升啊哈，升做玉清宫啊。民国83年就升啊，进哦107年啊。哦，真久啊，进2018年啊，14年进哦，进农历5月23个24啊。哦，哎呦，进农历5月下信啊，好，谢谢，感恩。哦，是。所以来讲升到长是这样嘛。升到长。啊，所以伊也升玉清宫。哦，升去到玉清宫啊。有。哦，好。伊算来算伊直属的嘛。是。哦。这算2014龙大帝的来。是，2014哈。哦，玉皇大天尊贤琼高上帝。哦，亲笔的哦，易保留起来嘛。哦，感恩呢。至善领导。哦。无共款的新尊笔画就无相像。对。是哦。无共款的新尊笔画也无相像。伊这算一笔的，一笔写到。哦，一笔完成的哦。一笔的一个字嘛。哦，是啊。哦，所以起来吼，也较有这个。我看做好个啊。对，啊有较淡，较哦，是。就是安尼。哦，迄个台较是。哦。也这样是。至善领导。至灵至灵了哈。圣教。哦，那就是内底有迄字啦。拄啊后盖拄啊行这个銮堂有关系啦。有至灵宫啊，圣教堂啊。啊，1994年，民国83年就升做玉清宫啊哩。哦，升做玉清宫啊。哦，是，感恩哦，圣心教育。哦，足感恩了。啊，所以。哦。宝贝的，这安尼这宝贝呢？对啊，所以阮存起来哈。哦。啊，这是吼，这是2014年哈。这是。前2年2018。但是你怎么交换都成语的。是。至圣嘛。哦，至圣的第二有啊，善心嘛。哦，有了第二善心。有灵教啊，导引哦，是。是了，拢会通呢，拢会通。是，感恩主笔啦。哦。我是阮这环境都袂错咧。哦。
嘿嘿嘿嘿嘿嘿嘿，感恩啊，感恩主悲啦吼，列位尊神主悲啦，梵天君主悲啦吼，今仔日有这黄老师啦吼，啊指导啦吼，啊足感恩的，谢谢。有麻烦之处，请多多下罪。感恩主悲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样有咧念经，念经毋是一日尔呢？二楼三楼拢有咧念哦。安尼毋爱两组的人啊。我即个人数较少，较早人数有。哦，是。这无较济啊。好。咱念经是用穿白衫呢。对。穿白衫护鸾是伫二楼的三楼。无即摆无，这我到二楼骹的。二楼骹咧，谢谢哈。拢人数拢较无够吼。已经年纪啊，大家惯啊。是。咱毋着做几10档的文机啊啦。我是足久诶。民国64年就起啊。对。我是从小就开始了。咱从少年就咧做啦吼。是啊。从少年就拢爱穿迄白衫啊咧。对。咧做迄个文机啊安尼也做机身哦。对。机身，是文的啦，写字的啦。是。足感恩咧。讲迄做铁矿做南疆地太医。这有记录呢。对啊。是。所以即摆来开始教印尼嘛吼，教印尼嘛。教印尼就是无毋是。毋是啊。去食虚。个进前啊。个进前去。虚害，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他这进前呢，进前。我久啊。差要8档。这较早呢？这块边啊较早呢？这较早。这边啊较早83搁加搁靠8年75年，70多年迄阵的。70多年迄阵的。70多年就对。感恩啊，谢谢啦。搁请上来画这灵哦。这迄个。上遐高画灵。好，老师。有讲念名就好啊。是，你讲念名就拄着老师好，佮介绍宝贝，谢谢，安尼好念。